純粋なら何をしても許される？係唔係只要出於純粹，做乜嘢事都可以被原諒呢？或者換句話講，係唔係只要不帶惡念，即使做壞事都唔算邪惡呢？開，我係黑羊。話說我睇咗《第七王子》嘅第二季，以下會有本作劇透，亦都會提及少少其他故事嘅內容嘅。未睇過又唔想被穿橋嘅朋友就請留意啦。不過我覺得呢套作品就算劇透咗都唔會點樣影響觀賞體驗嘅。畢竟呢類係屬於爽片嘅故事，都預咗係主角有驚無險由頭贏到尾噶啦。如果你係未睇過又冇興趣睇，只係對開頭提到嘅話題感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直接 skip 去呢一個時間點嘅。不過就算你對呢一套動畫冇興趣，都可以從故事中引申出嚟嘅問題作出思考嘅。坦白講啊，我對呢套動畫就唔算十分喜歡嘅。但係都算係好睇嘅，因為基本上都係一個轉生成為龍傲天嗰啲故事，睇嘅過程又好順暢，唔會好似睇進擊的巨人咁血壓上升，又緊張又多嘢會諗。呢個故事成個主軸大致上就係一個魔法學渣，死後轉生成為皇家第七王子，可以無止境咁滿足佢對魔法慾望嘅故事。主角洛伊德天生就有無限嘅魔力，坐擁富有皇室嘅財產，有海量嘅知識同資源，被無數美女圍繞，總之就係完美嘅出身，無敵嘅設定。由於佢對權力皇位冇興趣，只係醉心於魔法上面，呢一種遠離政治嘅學術型王子，喺現實歷史中通常都係過住相對安全嘅人生嘅。成個故事裏面，洛伊德都冇遇過啲乜嘢危機，一路都只係輕輕鬆鬆打贏所有對手。唯一嘅煩惱咧，就係點樣隱藏自己強大到離晒譜嘅能力，全程係睇佢點樣升級開外掛，不停收服各路美女、惡魔同壞人，同埋點樣獲得更多嘅魔法技能。係啊，唔係學習，係獲得啊！因為絕對天才嘅設定，基本上係唔需要點樣辛苦去學習嘅。另外有一點我想吐槽嘅係咧，洛伊德本身根本就係一個美少女嘅外形設定。如果你都有呢一種感覺嘅話呢，唔係錯覺，而係被引導去咁諗嘅。識畫畫嘅人都知，盤骨對齊甚至闊過膊頭呢係女性骨架嘅特徵，所以呢一位第七王子嘅外形設定呢，根本就係女仔嚟嘅。仲有嗰啲喺手指尖啊、腳踭位嗰度加粉紅色嘅美術設定呢，更加令我覺得有啲女翻嘅味。我對第七王子嘅整體評價係製作優良，冇崩壞畫面，魔法系統設計幾有心思，有啲梗咧都會令人會心微笑。故事流暢，只要你接受到冇上限嘅主角光環，劇情大致上都冇乜反駁位嘅。成套動畫可以話就係典型嘅爽片，冇死人冧樓，冇血腥場面，冇勾心鬥角，冇內心掙扎，整個觀賞過程都舒舒服服、輕輕鬆鬆咁啦。都係睇下主角點樣冇壓力升呢，睇下啲女角點樣派福利，同埋想令觀眾因為佢勁到離晒譜而感到擔憂嘅嗰啲日常之類啦。通常呢類故事咧都冇乜嘢 hero's journey 可言嘅。我甚至認為洛伊德呢一個角色嘅性格設定係非常簡單，同一般王道故事裏面嗰啲熱血角色相反。佢除咗對魔法痴迷到扭曲嘅地步，偶爾會做下啲好事之外，基本上咧係唔會因為任何正義感、八卦、老好人呢類原因主動去做其他事。劇情推進咧可以話係比較被動嘅，反而相對有血有肉嘅，往往都係其他配角嘅 backstory 同少量角色之間嘅關係衝突嘅啫。講真啦，第一季比較有戲劇張力嘅，主要係後面基澤綠姆嗰一段，角色嘅主張同犧牲精神，甚至比主角更有人味。但係我個人覺得，即使去到呢度，都係略嫌唔夠深度嘅。反而去到第二季呢，反派陣營嘅一啲故事就比較有意思啦。好似嗰幾個寄生於合成獸嘅靈魂，佢哋生前遭遇嘅事，情節雖然好短，但係就各有特色。當中我覺得最有趣嘅係嗰隻好想俾人食嘅豬無限6號，佢因為冇人願意食佢嘅肉而仇恨人類。呢個唔知係扭曲人性定係扭曲豬性嘅情節，
令我諗起 Beastars 裏面嗰段跨越物種嘅狼兔床戲。唔止狼有食兔仔嘅天性，其實兔仔同樣有想被狼去食嘅天性。而後段洛伊德將魔法融入歌聲嗰一部分呢，可以話係全季嘅重頭戲，亦都係作者玩魔法嘅出色例子。將音樂融入戰鬥呢，並唔係好新嘅橋。由40年前超時空要塞嘅林明美，到同期 ReZero 水門篇嘅歌姬莉莉安娜，一直都有唔少故事係採用呢個套路㗎。而喺第7王子裏邊呢，有一個情況我唔知算係好定唔好啦，就係嗰段歌聲呢，真係幾入腦嘅。唔係話嗰段旋律特別好聽，只係因為佢反覆播咗幾集，雖然唔到洗腦嘅地步，但係就真係幾入腦嘅。嗱，講翻呢條片嘅重點啦，成季故事裏面我最想講嘅情節就係大反派吉丹嘅成魔之路。雖然我前面講到呢套劇只係畫面好睇，內容就膚淺冇深度咁，但係估唔到去到後邊竟然提出咗一個我認為係好值得思考嘅哲學問題，係唔係只要純粹做乜嘢事都可以被原諒呢？呢一段可以話係一個向社會道德甚至向宗教信仰嘅詰問嚟嘅。一般情況下，一個人行善定係行惡，似乎唔係咁難去分辨。贈醫施藥、濟世為懷，呢啲咪行善咯；殺人放火、奸淫擄掠，呢啲咪行惡咯。呢個可以話係好基本嘅道德標準，唔需要有啲乜嘢高尚學歷都會明白同知道嘅事。幫人嘅人知道自己行緊善，殺人嘅人知道自己行緊惡，我哋一般都係咁諗噶啦。但係事實係唔係就係咁簡單呢？吉丹係一個超爛好人級別嘅善良人，有住無比純粹嘅心靈。無論係教會裏面定係家庭生活裏面，佢都係一個典型好人嘅模範。就連天上嘅神明都對佢特別欣賞同眷顧。不過災難並唔會避開好人嘅。有一日慘劇臨到佢一家，一個飢餓嘅男人帶住自己個女闖入佢屋企，為咗眼前嘅食物殺死吉丹嘅老婆同個仔。當吉丹返到屋企，見到一個細路女喺門外把風，佢推開家門就見到妻兒嘅屍體旁邊有一個陌生嘅男人，狼吞虎咽咁瘋狂進食。吉丹雖然憤怒，但係佢仍然選擇用聖光將對方淨化，希望呢一個人能夠得到救贖而悔改。但係令吉丹驚訝嘅係，足以令惡魔淨化嘅聖光，居然對呢一個殺人兇手完全冇效，因為呢一個人嘅行為並唔係出於惡意，而係出於對食物嘅純粹慾望。直到呢個男人因為無力消化食咗嘅嘢而餓死為止，吉丹嘅聖光都起唔到任何作用。吉丹冇能力令呢個男人為自己嘅罪行懺悔，佢亦都冇機會藉此去寬恕對方。雖然吉丹並冇因此黑化而變成惡魔，甚至仍然係得到聖光嘅認可，照樣判斷佢係心靈純粹嘅人，最終成為新一任教皇。但係呢一件事令佢對自己嘅信仰產生嚴重懷疑。ふざけるな。純粋なら何をしても許される。それが神の定義か。於是佢帶住一顆純粹嘅心，去做出一大堆世人視為邪惡嘅準備，去挑戰自己嘅信仰，希望透過佢所相信嘅神去制裁自己，令到佢獲得即使出於純粹，亦不會被神原諒嘅證明。而即使呢一個證明失敗，佢都仲可以透過佢事先安排嘅其他神官喺最後關頭制裁自己。呢一點亦都反映吉丹其實並唔係全心去作惡，佢純粹係想追求一個公道。呢個問題呢，喺現實裏面都確實存在嘅，而且長年持續有爭議。喺現代法律上，當一個人喺犯罪嗰一刻，佢並唔係有意識咁去犯罪，或者準確啲講啊，當佢並冇判別是非嘅能力，並唔係處於精神疾病嘅狀態，咁樣佢是否應該被判為有罪呢？而喺宗教信仰上，一個人如果唔知道或者真心唔認為自己做嘅事係邪惡，咁樣佢又算唔算係行惡呢？
由歷史上著名嘅24個比利，去到一啲無知善信將海龜、海魚掉落淡水湖度放生，呢一種爭議咧一直都存在嘅。即使喺民間都成日講不知者不罪，咁到底是非善惡又應該點樣界定呢？喺另一套動畫《Psycho-Pass》裏面，大反派陳島聖戶因為犯罪係數一直保持喺低數值，被掌握國家執法權力嘅西貝爾系統判定為冇犯罪意圖。因為呢種免罪體質，即使佢講到明自己嚟緊將會殺人，嗰把靠系統批准先至用得嘅武器，因為佢嘅犯罪係數不足而無法解鎖。陳島將實彈手槍掟俾女主角常守朱，自願將呢一個可以制裁自己嘅權力交俾對方。陳島同吉丹一樣，都係帶住純粹嘅心去做出世界普遍認為係邪惡嘅事，而且亦都保留俾人去阻止自己嘅機會。分別只係在於前者用科技嘅絕對數據量化同具體顯示，後者以宗教同魔法去抽象演繹。而兩者所帶出對善惡判斷嘅質疑都係有相似之處嘅。美國臨床精神病學家馬莎史圖特 Martha Stewart 喺佢嘅著作《The Social Path Next Door》指出，平均每25個人裏面就有一個係毫無良知嘅反社會者 Social Path。佢哋嘅行為會表現得無視對錯、操縱他人、冷酷無情、缺乏同理心，嚴重嘅仲會有暴力傾向，做出各種犯法行為，而且唔會覺得有咩問題。某程度上，佢哋並唔係立心去做壞事，而係根本對壞事嘅定義同大多數人都唔同。無論係由於先天因素定係後天成長環境令佢哋失去判斷善惡嘅能力，純粹想做就做，咁佢哋真係有可能做咗壞事都唔覺。舉個極端嘅例子啊，就好似獅子為咗餵飽獅子仔擔走人哋隻羊仔一樣。如果有一個人為咗養自己屋企個仔走去搶劫人哋屋企個仔，咁樣能唔能夠喺道德上判定佢係一個惡人呢？進一步嚟講啊，一般我哋講嘅善惡到底係出於內心主觀嘅個人判斷，定係社會道德嘅集體判斷呢？一般情況下，個人判斷往往受群體價值影響，即係話當我做出社會道德評為善嘅事，咁我咪善咯；當我做出大眾認為係惡嘅事，咁我咪係惡咯。但係善同惡係唔係單憑人數多少就可以絕對劃分呢？1961年，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因為喺二戰參與大屠殺，喺耶路撒冷接受審判。佢喺庭上嘅表現並唔係一個深謀遠慮、充滿仇恨嘅惡人，而只係一個盲目執行命令、缺乏思考嘅普通人。當然唔排除佢只係喺法庭上扮天真，但係我相信當時納粹政府入邊總有一班人唔係每日瞓醒開工就諗住點樣可以消滅多啲猶太人。佢哋只係純粹忠誠地做好自己份工，喺不同崗位默默參與一場大屠殺罪行。正正係呢一種純粹，成千上萬嘅猶太人就被送入毒氣室。呢種行為喺普世價值嚟講，絕對係罪無可恕。但係如果世上有一部測量惡念嘅儀器，話唔定呢啲人嘅邪惡指數可能同一個賣假貨嘅店鋪職員差唔多嘅啫。呢一種正係漢娜·鄂蘭所形容嘅惡之平庸 （banality of evil）。一個人帶住純粹嘅心，而且有住某種基本嘅良知，係咪就會係一個善人呢？喺某啲國家，一個樂於助人、平時會扶阿婆過馬路、對朋友仗義疏財嘅人，喺佢生活環境裏面，由於長期接受嘅教育，好純粹地日日都大叫要佔領甚至殺晒對岸嘅人，又或者係遵循某啲宗教教條，見到有女人喺街度着短裙就要衝去強姦佢，或者用石頭掟死佢。咁呢啲人喺本質上到底係善定係惡呢？個人嘅善惡判斷除咗牽涉先天基因，亦都受到成長環境、社會氛圍甚至宗教信仰所影響。可以話係一個冇絕對答案嘅問題。我個人認為啦，即使一個人並冇害人之心，但係若然佢嘅作為令到人受到嚴重傷害，佢係仍然需要為佢肉身做過嘅行為負責。
套用江湖傳聞中某位大帝曾經講過嘅說話，修改少少啦嚇。對於一啲犯咗嚴重重罪嘅人，係唔係寬恕佢呢？係上帝嘅責任，而法律嘅責任呢，就係將犯案嘅人送去見上帝。咁樣唔係出於報復，而係一種社會契約，為咗令公民放棄報復而私了對方，於是就要由法律去代替受害人向犯罪者作出合理嘅制裁，咁樣先至能夠避免公民採取個人行動去復仇，引發下一輪嘅罪案。至於判斷標準，應該係基於當下呢一個年代嘅普世人權、自由思想以及國際共同接受嘅文明基礎嚟做參考，而唔係個別領袖或者單一宗教教條說了算嘅。而且基於上述嘅社會契約，犯罪者嘅行為係真係對其他公民構成安全威脅，或者可以證明到對社會構成實質壞影響，先至需要判刑。好多制度，無論係宗教上定係法律上，往往都係設計嚟處理一啲有意識嘅惡意，但係就處理唔到出於純粹而做出令人受害嘅事。對於呢種情況，你會點睇呢？判斷一個人嘅善惡，應該由動機判斷，定係由結果嚟判斷呢？一個好心做壞事害死人嘅人，同一個立壞心佢係做咗好事令唔少人受益嘅人，邊個係善？邊個係惡呢？歡迎你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啦！呢段影片就嚟到呢度，歡迎訂閱黑羊嘅 channel CLS。如果覺得真係講得幾好嘅話，亦可以用 Super Thanks 功能打賞小弟，令我知道我嘅製作值得更大支持同鼓勵。我係黑羊，下條片再見。